天生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八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八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2节，就是解说甲慧命作礼言，望仁者为我说法。今仔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。下面慧能曰：念记为法而来，可辨识自然，勿生一念，我为你说。这就是咧说明，有一位慧明啊，就对来要来夺衣钵，结果慧能大师将衣钵放在石头顶。这个慧明呢，特别叮当，所以慧明啊，就将伊的俗心转为佛法的道心，就要来向慧能大师来求法。这是前面所讲的。既然是要求法，迄当时阵慧能曰慧能大师就甲伊讲啦，讲念记为法而来，讲你啊。既然是为着求法而来，为着佛法来，毋是为着衣钵来。要哪呢？可辨识自然。这个辨识的意思，就是停止，或者是讲消灭的意思。就是讲，既然你若是安尼呢，就是爱将这个资源呢，该辨识这个辨也可以甲当作讲读出，识就是停止的意思。所以佫就讲资源是啥物呢？资源就是咱世间色声香味触等等这外面的环境。因为这外面的环境呢，拢都是咱内心所攀缘。伫遮所讲即个缘有迄个灵缘甲所缘。灵缘者就是咱即个心，所缘者就是属于外面的境界。所以伫即个所在叫做讲做可辨识自然。应该讲起来就是讲你的内心毋通搁再有即个攀缘心。搁再去向外面攀缘色声香味触等等外境，勿生一念。讲你毋通呢生起一念，就是讲一个念头你都毋通生起，就是爱到迄个无念的境界。为什么慧能大师对慧明讲这个话呢？这位慧明，伊将乌白方面迄个所在，伫咧对对到即个大武岭，可以讲就是对相当远的所在来。对相当远的所在来，所为的是啥物？就是为着衣钵，也可以讲就是为着名利。这呢，拢都是向外去追求世间的这有形的物质。名利等等，所以慧能大师甲伊讲，既然你若是为着法来那你把过去的这俗心一定拢会甲伊去掉才会使。当其时，咱达摩祖师为二祖说法，就安尼讲外是自然内心无喘。心如墙壁可入道，就是讲对我来讲你爱停止攀缘，内心袂使咧妄想，心的坚固，敢若像墙，敢若像壁，就是讲外面的境界无法度来甲你侵入，无法度甲你诱引，安尼呢，才会当互来入道啦。当其时，释慧海大师安尼讲万缘既绝就是
一切法性空。法性空呢，就是一切诸无心，就是讲拢无啥物款的分别妄心。伫这个所在，慧能大师叫讲不生一念。那不生一念，就是讲毋通生起一念来，就是无念咯。无念则就是一切诸无心，无一切境界，无这种种的杂事妄想。对着这种种的境界，永远的心袂起念，这就是无念，也就是遮所讲的无生一念的意思。当然是方辟虚云大师来讲，讲一念不起，即是八界空；即心呢，便是菩提花果；即心便是灵智。就是讲一念心不起迄个所在，心拢无种种的杂念迄个时阵，那呢是八界就空啦。现在你这个身躯啊，就是菩提花果。你这个心，你这身躯是菩提花果，你这个心呢，就是一个灵智。所以辨识自然，不生一念。这在咱学会修行的过程中，可以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。所以慧能大师甲伊讲啦，讲你啊，既然是为法而来啊，应该辨识自然啊，不生一念。我为你说。既然你是为法来，那我就来对你来说法咯，就是对你啊，要来开始禅宗心印之法。一边明良久，慧能曰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义莫视，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明良久，这个明良久呢？就是讲，慧明啊，在迄个时阵，经过真正久的时间。为什么都要经过遐尔久的时间，慧能大师来甲伊说法呢？因为这个慧明啊，伊来的时阵，完全为着要夺衣钵来，就是讲一种的世俗心。伊这个世俗心则重，虽然是因为衣钵互伊提袂起来。已经啊，将世上心转为佛法的道心，但呢，伊的内心也个是妄想纷飞，也个袂当好一念不生。当然呢，就是爱有一寡时间互伊，一寡时间互伊会当好将这杂事妄想呢，拢甲伊消除，拢甲伊停止。所以呢，就互伊多停。真久的时间，现在个时间了，慧能大师才甲伊讲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义莫视，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这几句话啊，可以讲是非常的重要，尤其是这是一种的对峙的说法。不思善，不思恶，就是讲你这个内心嘛，也无去想迄个善的。但呢，也无想迄个恶的。善甲恶是啥物呢？这位慧明本来也是为着夺衣钵来，这都是私恶啦。伊的心呢，就是一种的争夺名利的恶心。以后伊回心转意，讲行者，我为法来，不为伊来，将凡夫的俗心转为佛的菩提道心。那这个菩提道心就是善咯，但无论是善，无论是恶，总是一种的念啦，总是一种的心理的分别念。禅宗就是以无自为本，无念为宗。不但是讲你内心袂使你去想迄个罪恶的代志，连对这个善的分别妄念啊，都袂使。虽然是善念，但是既然叫做讲念啦，落在心念，这就是一种意识的妄想分别，所以这种袂使。伫遮慧能大师甲伊讲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
意思就是讲，你本来你所想的是恶，你改为善啦，当然你就不属恶啦。但是不属恶，你违法来，这是善心，这是真好。但是现主是啊，你连这个善心的念头也爱无去，到迄个完全无念的境界，就是讲绝善恶的思想。正义模式讲就在迄个时阵，你内心也无有想善，也无有想恶，迄个时阵，哪个是冥想做本来面目？在这个哪个是冥想做本来面目的这个哪个，这个就是咱禅宗的最重要的所在。若是未晓解说禅宗的人，若是无了解禅宗的人呢，可能解说讲，心无想善，无想恶，无念，迄个啊，就是你冥想做本来面目啦。当然，安尼解说也是无毋对啦，毋过略做啦，在这所在应该毋是安尼。在这所应该就是讲，你心不属善，不属恶，无有起善恶念。将即个善恶念的思想，甲伊绝掉，迄个时阵，你应当爱回光返照，看到底啊，倒一个是你冥想做的本来面目。安尼啊，这就是一种的禅宗的活的作用。教人讲，你都无想善，无想恶，在迄个时阵，迄就是你的冥想做本来面目啦。安尼，这变成一种的死的，毋是活的。安尼讲是死的，毋是活的呢？你甲想看觅，当咱一个人心无去想善，心无去想恶，迄个时阵，咱无念迄个时阵，这就是一种的佛性就是无念的本体是无毋对。但这个无念的本体，咱若无来去甲回光返照，咱哪会知影讲咱的真心本体到底是属于倒一种？是青红赤白，是圆啊扁呢？根本啊，咱无法度去悟着，无法度去证着。所以在咱断绝了善恶的思想，迄个所在，迄个当体，就是咱的本来面目，这是无毋对。不过呢，咱还搁再回光返照来去照料，爱来去契合。来去体证，禅宗的功用啊，就是在这个所在。所以，咱伫咧修禅的人，对即句话解说，若是解说对，咱呢会当回来参究；若是解说毋对呢，可能就是停顿在迄个所在。停顿在迄个所在，根本呢就无法度回来深入。在这所在，我搁再重复说明一遍。因为这是禅宗真正重要的所在。慧能大师遮所讲，就是讲慧明啊，你拄正心是恶念，现主时你讲为法来，毋是为着别项来，那安尼呢，你就变成善念。但是呢，你要来学佛修行，要来得到迄个心印，那就是爱摒绝了善恶念。当你也无有想善，也无有想恶，将这个善恶的思想给断绝，迄个所在，你应该去回光返照看觅，到底倒一个是你慧命上座本来面目呢？这是遮所讲的意思，咱必须爱了解。所以，当咱现主神来要来参禅的时阵，也是共款啦。咱爱来辨识自然。不思善，不思恶。在咱不思善、不思恶迄个时阵，咱爱搁再提起智慧光明来回光返照，照料自性。咱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伫倒位？当然，在这个不思善、不思恶迄个所在，要来找咱的本来面目，这是种回光返照的功夫。这个回光返照的功夫。那是在《楞严经》观世音菩萨的语境圆通法门啦，
是将语境方面去回光返照，就是去找迄个会听的到底是啥物人，毋是去找外面所听的声音。到底啥物人伫咧听？会听的是啥物人？伫咧找迄个物件。若是咱现主是伫咧看话头，即个禅啊，在咱中国参禅最少限度有2种，一种叫做密教禅，一种叫做看话禅。咱现主是所用是属于看话禅，就是讲看话头。看话头意思就是讲回光返照来找迄个动念的根源。怎样找法？咱禅宗参禅慢慢的演变到咱近代，尤其是虚云大师，即个禅宗的大德所提倡的，就是参迄个念佛者是谁？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好，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也好，念观世音菩萨也好，咱伫咧念有一个念头，就是讲有一个心伫咧念。到底会念佛即个心是啥物人？到底是生做圆形变生做啥物款的物件？来去回光返照。所以咱现主是伫咧参禅的人，是先念几句佛号，然后呢，才来回光返照，讲到底谁伫咧念啊？自然呢，搁再反转倒转去，这就是一种的旋根脱定。就是讲将即个根旋转倒转去，毋是向外面去攀连。咱若普通伫咧念佛，一定讲我伫咧念阿弥陀佛啦，阿弥陀佛上好庄严啊，阿弥陀佛是上叫世界。那呢，咱即个心呢变成攀连对外境去啊，毋是向内伫咧回光返照。若是向内回光返照念佛，这是要提起即个念头起来。提起这念头起来了后呢，随时向来去返照倒转，来去找迄个会念佛的是啥物人。这呢，甲遮会哪个是冥想做本来面目？即款的参究的方法，可以讲是完全共款。所以当咱要来学禅的时阵呢，即大个道理非常的重要，绝对毋通讲不识先不识恶，在迄个时阵迄个就是你的本来面目。毋通安尼讲法，若是安尼讲法呢，即个禅毋是活用的啦，变成一种的即个无活用的物件。迄边讲慧命言下大悟，讲迄当时阵，即个慧命言下就大悟，就是讲在慧能大师所甲伊讲的即几句话，即个所在就大大得到开悟。所以我拄则所解说甲达摩祖师伫咧教化，伫咧开导二祖慧果大师完全共款的意思。达摩祖师甲慧果大师的讲言，咱过去有讲过，就是讲慧果大师伊去甲达摩祖师的所在求法，达摩祖师根本无要插的，伊为着表明伊的虔诚，所以戒刀举起来，对手就甲扑落去。扑断一只手迄心是非常的痛苦。迄当阵，达摩祖师才慢慢目睭八金讲你是来要创啥？伊想讲，这个人差不多啦。为着求法将手扑掉，安尼差不多啦。求法算讲虔诚。一个甲问，迄当阵慧果大师因为听甲袂讲哩，迄心已经是乱糟糟啦。所以呢，就甲祖师讲啦，讲我现在是心不安啦，求祖师来甲我安心。迄当时阵，达摩祖师甲讲：你心摕来，我甲你安啊！哇！迄当阵，即个慧果大师，因为心袂安嘛，要请大师来安心，当然就赶紧要找伊心咯，要将这心找出来，互达摩祖师安。但是伊找来找去，哪里有心啊？心是伫倒？心这是无形无相物件，要倒去找啊！所以就甲祖师讲，找无啊，找无心。伊讲你既然找无心，我心甲你安了啦。伊知出来都开悟。
即原来是共款的，是一种的回光返照之法。叫伊去找心，向内面去找伊的心。当然心毋是伫外口面找啦，一定是内底去找啊。但是结果找无，伊讲即找我著甲安好啊啦。你这既然是无对伫咧疼，空的物件，既然是空的物件，对伫咧疼，都无咧疼的物件。安尼伊就带出来大悟。到遮会正义模式，哪个是明相做本来面目？这个慧明也算讲是一个相当的根基，所以在咧所在，伊就会晓来随时回光返照，随时回光返照，伊的本来面目啊，去会找着啦，所以就言下大悟。这就是咱禅宗啊，因为回光返照来得到开悟的道理。讲修文言，上来密语密意味。环境有密意晓，慧能以逆说者，即慧密啊，逆就返照，密在逆边。迄当阵，即个慧明啊，就搁再甲伊请教，讲上来密语密意味，环境有密意晓。所以，叫做讲做上来，这有两种意思。第一种意思呢是约慧能大师对的开始，那就是讲，除非你拄则所甲开始不思善不思恶，正义模式，哪个是明相做本来面目？除非这以外，是毋是还搁再有密语甲密意呢？假如讲若是约正果讲起来。就是讲，将禅宗的第一代祖师以来，那拄则你所讲即个密语密以外，是毋是还有其他即个密意呢？这是第二种解释。所以叫做讲做密语，即个密语的意思啊，就是讲用个密意艺术的语言。名叫做讲做密语，在《涅槃经》有安尼讲如来密语啊，深深难解。就是讲即个佛将伊的即个密语所讲的即个密语呢，是真正深，真正难解。在即个秘藏记安尼讲即个密语啊，凡夫二乘人所不能知。所以，这个密语应该就是讲出自于内心所讲出来，真正深的迄个道理。这个密语就是讲佛伊呢是有所蕴藏，也无有显了直接讲出来，名叫做讲做这个密语。换一句话讲，这是一种暗示的啦，这种暗示的叫做讲做密语。事实上，咱禅宗呢，真正这拢是暗示，叫来去开悟。像讲，咱世尊将一个莲花摕起来，互大家看看咧。结果呢，只有迦叶尊者会当回来会议，会当微笑。那这也就是伫遮所讲的这个密语密意。所以慧能大师慧明就问讲，拄则的这个密语密意以外，是毋是还搁再有其他的密意呢？迄当阵慧能大师甲伊讲以你所食即回密啊。讲既然呢是对你讲的，这都毋是密，密是一种秘密啦。那既然我甲你讲出来，这都毋是秘密咯。因为拄则慧能大师甲伊讲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义模式，哪个是明相做本来面目？既然是甲你讲出来，这都毋是密啦。讲逆则反照，密在逆边。讲加入个你若是当来回光返照，这个面呢，应该在你的所在。怎讲做是密在你的所在呢？
就是自性自我。啊，你回光返照了，到底你所克我是到什么程度？只有你自己会知，别人唔知啦。因为你只有你自己知，别人唔知；只有你清楚，别人无清楚。所以这个密应该是在里边。这位慧能大师安尼来个开示，可以讲就是非常简单明了。因为这位慧明在迄个回光返照言下得到大悟，佮再请教讲，除非你拄则所甲开示以外，是毋是也佮再有啥物款的深深的佛法？有啥物款的这个秘义也无？慧能大师甲讲，既然甲你讲出来，这都毋是秘密咯。你若是以后来好好来去回光返照，这个回光返照就是向来来去照料自性，就是参像拄则我所讲安尼，讲哪个是面上做本来面目，在迄个不是善不是恶迄个所在，到底倒一个是我的本来面目啦？这当然就是这种回光返照，在回光返照迄个所在当得到了悟，那这完全是慧明本身的代志。有了悟无了悟，只有慧明本身知。所以下面慧明自己表白讲：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这是只有自己知，无人知啦。所以才讲做密在耳边啦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最恳请听众，咱今仔日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